焚诀千年流传，是我们星陨阁从不示人的宝物。常人呢，只能吞噬一种异火，但有焚诀辅助，你就可以吸收各种异火。异火越多，焚诀需要的等级就越高。你也知道，吸收异火要承受巨大的痛苦，而修炼焚诀，你更要承受好几倍这种痛苦。它会把你细胞里的所有杂质燃烧殆尽，你会感觉到经脉爆裂，皮开肉绽，这种痛楚会遍布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这还只是开端，怎么样？还有勇气练吗？还有什么过不去的，赶紧交代。有一天我出去了，我给你办。大佬，我还是担心一件事，我要是吞了古灵冷火，会不会有人发现你？你说韩风吧？放心，就算他找到我，也不会放过你。反而你有古灵冷火，他会更加忌惮。大幕拉开，各唱各的戏，无需担心。练吧。好一个大幕拉开，各唱各的戏。药老，请传授我吧。醒了，你在焚天炼气塔用斗气和烈焰抗衡，体力透支晕倒了，是萧薰儿发现你，把你送到这里来的。躺着别动，这些花草都有治愈的功效。是。我不知道你练的什么功法，你身上的经脉已经断了10之7、8，居然还活着，这已然是个奇迹。不过，我担心你入了歧途。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。长老，您说。火是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东西，灰烬并不代表消亡，而是新生命的开始。拿着这个树枝，什么时候它在你心中开满了花，你的功法也就算是练成了。这个是藤山长老给我的。他懂我的意思。我不懂。他的意思是告诉你，火焰的力量是生生不息，给予温暖，光明照耀。这个就是生的力量，而不是毁灭的力量。这个就是正邪之间的分界。
焚厥藏，异火荒；焚厥现，天下战；焚厥废，斗者伤；焚厥出，邪道诛。焚厥藏，异火荒；焚厥现，天下战；焚厥废，斗者伤；焚厥出，邪道诛。修炼异火，会让你全身经脉重新熔炼，以达到可以容纳异火的水平。这个过程会异常痛苦，犹如凤凰自焚、涅槃重生，但只要能熬过去，你将会脱胎换骨。药老，药老，药老，药老。药老，你从烈火中走来，说明你身体已经被净化过了。现在跪下吧，我传你古灵冷火。是。不要抗拒，把它当做你的鲜血，吸收到你的经脉里去。老了是吗？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正的我，一个活了100年的人。100年，那很久了。能死去的人才是最幸福的，因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，而我却要带着100年的回忆活下去。这种滋味，没人能懂。对了，我找到了可以把翅膀种在你身体里的方法。当年斗帝在创造焚厥的时候，在生和死之间开拓了一个空间，他让流离失所的人可以有一个地方寄居。你必须要从这里出去，古灵冷火和焚厥才能真正属于你。从这里出去？这件事我帮不了你。你如果从这里出不去的话，就会跟我一样永远困在这里。我已经把古灵冷火传给你了，接下来的日子我会沉睡一阵子，希望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在这儿了。药老，
焚天炼气塔晕过去了，我以为你死了。我怎么会死呢？你是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哪里像个活人啊？我只是有点冷。你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。好冷啊！你别睡啊！你别睡，萧炎哥哥，别睡。药老，药老，药老！午时快到了，怎么办？现在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吧。走吧，走啦！雪儿，萧炎哥哥，午时快到了。走吧。呦！哎，这谁呀？今天不比了，行不行？哎，我说小薰儿，这可是萧炎先下的战术啊，我们都等着看呢。你说不比就不比了？那就改一天。今天萧炎生病了，若是白山赢了，也是胜之不武。你倒是有情有义啊，可是话已经放出去了，我不能先收回，不然别人以为白帮打退堂鼓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！你们明知道萧炎要赶上你的实力要2年的时间，你这是以大欺小。那你让萧炎把战书收回吧。好，白山，那我也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今天萧炎有什么闪失，我们斗气场上见。我萧薰儿敢说这样的话，就有这样的实力。哟，他谁呀？有点意思啊，愿接战书。我们走。不打了，行不行？高高便走开吧。没事的，雪儿，他伤不了我，放心吧。骗我！
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要不今天取消吧，等病好了再说。不用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古怪啊？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，是不是练功练伤了？来，我没事的。你们都知道了，倒地不起者为输。倒地之后，不可恶意伤人，废人斗气。白山，规矩你都知道了，要是破坏了这规矩，就别怪我出手。好啊。少爷，别打了！认输吧，倒下！傻呀！青云哥哥，倒下！萧炎，快倒下！
认得我吗？我认得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？我在梦里啊。明天我和娘去钓鱼，娘还答应我教我唱歌呢。这么好啊，那你可要乖乖的听娘的话，知道了吗？为什么人长大了都那么讨厌，总是叫我听话？你要好好的陪着娘，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分钟，不要让她生气，要天天逗她开心。如果有一天她要出远门，你一定要拽住她，一步也不要让她离开。我才不呢！你知道我喜欢干什么吗？我最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自由自在的，没人管，最好爹娘都不在。我想上树就上树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太傻，你才傻呢！你告诉我，我长大了会发生什么？我有没有和纳兰嫣然结婚？我最喜欢的人是谁？我是几岁离开家的？几岁考上江南学院？还有，爹娘有没有经常来看我，带很多好吃的？哎，对了，我有没有交上很多好朋友啊？你以后会知道的。长大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你骗我！只有长大了才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算了，我不听你的。娘叫我起床了，我要醒了。哎，你要怎么出去啊？梦醒了就出去了。有时候我会很害怕。为什么？我害怕我赢不了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你很想赢吗？因为不可以输，所以必须得赢。你记住，不管你变得有多强，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更强的力量存在。我们不过是肉体凡胎，几十年就会化为腐朽。你能胜过一块石头吗？你连一撮灰尘都战胜不了。那我们这么努力修炼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你唯一要做的是战胜你自己，战胜你的嫉妒心，你的好奇心，直面你的痛苦，放下你的执着。这人生啊，就是一场虚幻的游戏，不过你要认真的经历它，充满希望，充满耐心。如果花不开，就等着它开。人生只不过是一场幻影的游戏，只要心中有门，我想去哪就去哪。我该出去了。
衣装到身上啊！你输了。萧炎，你凭2个怪翅膀跟我打，胜之不武。有本事，我们凭双手打呀！炎帮社，炎帮必胜！炎帮必胜！炎帮社，炎帮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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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们，白帮独占焚天炼气塔地下的时代过去啦！我们学生会正式代购地下修炼室门票，只要998即可带回家。998，你买不了吃亏；998，你买不了上当；998，你什么都买不了，但是能购买我们地下修炼室门票。你们说划不划算？我要办年卡。办年卡是吧？对，办年卡我们就赠送你魔晶斗气大礼包1份，外加炎帮高阶聚气散1瓶。恭喜你啊，终于到最后一层了。谢谢藤山长老。哼，现在是我渡你，想感谢我的话，留着以后在这里教书，渡他人吧。是。能否让我看一下你的物件？
听见小草发芽的声音，花儿绽放的声音，就宛如新生一样。果然如此。给你一个忠告：古灵冷火，斗气大陆很多人都认识。我一直以为他沉寂了，没想到他会再次出现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从此天下多事喽。所有学院的老生都很清楚，每当我们迦南学院放假之际，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保留活动。今年新生也可以参加了。魔兽山脉，一个既危险又富饶的地方。今年新生将和老生一起参加本次的围猎活动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安全。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取得魔兽的魔晶，而不是成为魔兽的午餐。魔兽山脉位于出云帝国和加玛帝国交界之处，这里有我们斗气大陆最丰富的宝藏，也是最为险恶的地方。正因为这里魔兽异常的凶残，所以在两大帝国成立之初就达成了公约，保证魔兽山脉的独立。这里是一个独立的王国，是魔兽的王国。别走，看一看吧。小看件儿，便宜卖了啊！快看了。哎，别走啊！药材。哇，这么多，都是药材。看一看吧，看一看吧。哇，再多点给便宜啊！好，看看了，看一看了，好的药材。不用找了。看一看啦，喜欢。给我的。同学们，魔兽山脉的天气瞬息万变，不要看现在是晴天，根据我的经验，一会儿魔兽山会有大风暴，所以进山以后，所有人都一定要跟紧，大家可千万不能掉队。你说这个地方，哎，等我一下。
同学们，就是这里了。若琳，跟孩子们讲一下注意事项，我去周围巡视一下。是。同学们，这里就是学院的补给点，大家四处找找，把物资都挖出来。好，我先去。对，那边。来，帮我一把。来。准备扎营。学院的储备物资大多都在附近，今天快点把补给站给搭起来。晚上呢，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装备物资准备充分。这什么鬼地方？白天热得要死，晚上冻得要命。忍忍吧，我们又不是出来看风景。这段时间我们努力点，争取多取点魔镜。你说的倒简单，魔兽可不好对付。魔兽？魔兽算什么？他就是再厉害，他能有人聪明？虎家同学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斗者采摘药材，猎杀魔兽，夺取魔晶。在魔兽的眼里，我们就是侵略者，他们会拼了命和人类对抗。老师，那魔晶是什么？魔晶是魔兽体内的一种共生物，只有在品相完美的魔兽身上才会出现。一旦发现有魔晶，便被认为是兽王，而兽王呢，又是依靠魔晶来领导自己的种群和维持地位的。所以，夺取魔晶的时候，一定会受到整个种群的抵制。这次试炼主要是以采摘药材和围猎魔兽为主的练习。夺取魔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，大家不要随便下手啊！老师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三生病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怎么了？韩长老，这孩子他病得不轻啊。孩子，你病得很重，知道吗？怕是不能跟我们一起走了。来几个同学，把他抬进帐篷里。不要，我能行。你如果坚持走下去的话，会丧命的，知道吗？留在补给站，等我们回来接你。韩长老，让他去吧，我们几个一起照顾他。不行，前面路途凶险，带着他的话，会害了他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在这儿休息。老师，怎么了？他把他送回补给站吧。
他不能再往前走了。老师，我没问题的。这是为了你好。这个地方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，把他送回补给站。好。前面的同学，不要乱了。后面的同学，都跟上，都跟上。哎，你们都怎么了？啊？同学们，你们都再坚持一下，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补给站。快点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大家伙怎么累成这样了？才走了几步路啊！这里太危险了，不能停留。起来，接着往前走。让我歇会儿吧，大走也走不动了。大家如果在天黑之前在半山腰歇息的话，这不就等于往魔兽嘴里送食物吗？昊天，坚持住，起来，快起来！我拉着你走。同学们，后面的同学都跟上了，坚持住！起来，起来，走，快！同学们，大家要加油！穿过前面那座山，就到达学院的营地了。恕我心愿，长跑难圆，对我诺言尽力修剪，凝固瞬间，烟雨容颜，纵身一跃，无恨无怨。孤傲之中剑在手，年少英雄却能想烦恼，横越烦恼，山呼海啸，驰骋纵天下地小，混沌斩邪魔外道，纷扰任谁都插翅难逃。时来涂抹起年少，英雄不问名号，风雨昂首世上，趁年少出名趁早。我小时候啊，在这里扎过营。这里是魔兽山脉最安全的地方。这里的魔兽呢，等级都偏低，那些佣兵团啊，根本就不会来这里。怪你们两个。不过就算是等级很低的魔兽，我们打起来也很费劲。什么情况？走。什么情况？人来万色，五岳长宗；人来万色，五岳长宗；人来万色，五岳长宗。云岚宗这么好的嗓门，怎么不去卖豆腐脑啊？是迦南学院的长老吧？我是若琳。云岚宗的人来这里做什么？搜查。今日山中出现一只妖怪，杀了我们5个门人。云老宗主传下令旨，务必要抓到凶手，
擒拿击杀所有魔兽山脉附近的帮派家族、佣兵团体，我们要一一的细细搜查。我身后这片营地是迦南学院学生的宿营之地，你们若非要进去搜查，也不是不可。不过，请长老明示。问他，我倒是不知道，这魔兽山脉什么时候落到你们云岚宗的手里了？我可是奉迦南学院长老之命来保护这些学生，你们若是擅闯一步，休怪我无情。什么人在此撒野啊？韩阁主，这里都是我的学生，没什么可查的，速速退去。韩阁主，我这也是奉命行事。你们刚说什么妖怪来着？是一个绿色头发的女孩。一个女孩杀了你们云岚宗5个弟子。绿色头发使的什么招啊？他把他们给吃了。吃了？这是人是兽啊？那女孩乃阿难毒体之人，步步有毒。我云岚宗有斗气护身，倒也不怕。不过她和紫荆翼狮王在一块儿，难缠得很。你是说你们见到了紫荆翼狮王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神兽喽？他骑狮子偷袭了我们的领地，杀害了我们5名师兄。那5人被咬得粉碎，尸骨无存。来了，狮子又来了！来，叫我去会会他。后退！云岚宗阴魂不散，又要上门送死了吗？萧炎哥哥，萧炎，你回来！我说啊，咱们想打大家伙，还得往上走。过去我跟我叔叔在这里围猎的时候，根本就不屑到这里来。还要往上走，那得多冷啊！还有什么魔兽啊？来，你过来。魔兽山脉啊，到了这儿就很难再往上了。从而向下，魔兽山脉有一条峡谷，叫镜子岩。镜子岩？这镜子岩呢，是魔兽山脉的腹地。真正的大家伙，可都藏在这儿了。啊？那我们去打一只今天见到那种大狮子回来。嘿嘿嘿。怎么啦？都不敢吗？你呀，
最好求老天保佑，别碰到他。你没听云岚宗那个弟子说，他可是吃人的，到时候把你咬个稀巴烂，学校也回不去了。你就在他肚子里炼药吧。我们几个可以把它诱出来啊！萧炎不是有翅膀吗？可以在空中砸它。哎，他也会飞的好吗？其实会飞的魔兽很少的，咱们今天可真是遇上了。这紫金翼狮王是传说中的魔兽，我从小就听说过。哎，我说咱们啊，可别去惹那么厉害的了。我再说一遍，天黑之前一定要归队。假如遇到危险的话，就吹起你们胸前的哨子，救援队就会来救你们的，明白了吗？最关键的，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片森林，一定不许离开，否则记大过。还有一点，保护好你们自己，不要受伤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出发吧。走。哎，这边找到什么了？魔兽啊！魔兽呢？别着急啊，这得寻老半天才出来呢。这什么魔兽啊？这个呀，这是一阶嗜血鼠。嗜血鼠？对呀，这可是1阶魔兽，2只眼睛是红色的，魔晶取出来之后可以炼丹。吃了这丹药啊，可以治尿床。我说啊，你们不是打魔兽，是欺负小动物。走，走吧，造你管？多管闲事。看你的了。怎么样？那边，走。对啊。韩长老，刚才云岚宗的弟子又来了，说是让我们撤下山去。凭什么呀？这魔兽山又不是他们家。他们说，已经找到了昨天晚上那个被紫金翼狮王掳走的弟子，说是面目烧毁，尸骨不全。我这不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危吗？可是他让咱们撤，咱们就撤的话，那学院的颜面何存呢？没事儿，在限定的范围之内，不会出大事。喂！强的毒性。这个至少得是3阶以上的不死虫。大家把药都含在嘴里，千万别让不死虫的液体进到嘴里或溅到眼睛。这得多大呀！天哪！小心点。
不可以跟他硬碰，宫古剑。雪儿，走！